大家好，歡迎嚟到 The World the Best。今日我哋用10分鐘嘅時間嚟講下2026年最新嘅世界10大富豪。根據福布斯最新嘅排行榜，全球富豪財富總值已經爆升到20萬億美元以上。而我哋嘅焦點 Elon Musk 身家高達8390億美元，繼續做世界首富。佢一個人就可以頂前10名嘅幾個。呢個榜單反映咗 AI 科技同電動車嘅大爆發。嚟啦，一齊嚟睇下呢10位超級富豪，佢哋究竟係點樣賺錢，有咩趣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唔好走開。第10名，阿曼西奧特加。如果你衣櫃入邊有一件 Zara，咁你已經參加咗一場全球最快嘅時尚革命。背後嘅操盤手係低調到幾乎唔接受傳媒採訪嘅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奧特加。佢14歲從裁縫開始做起，1975年開第一間 Zara。佢嘅核心策略係第一個字快，從設計、生產到上架，佢只需要2個禮拜，而傳統大牌需要半年。呢個就係點解你每個禮拜去 Zara 都係睇到新嘅衣服款式。2026年，奧特加嘅身價已經突破1400億美金。除咗 Inditex 集團，佢仲係全球隱形嘅超級包租公。佢用賣衣服賺嚟嘅錢買馬德里、倫敦甚至西雅圖嘅頂級商業辦公室，連亞馬遜都係佢嘅租客。第9名，華倫巴菲特。當科技大佬喺度拼命研發 AI，呢95歲嘅老人家依然飲住可樂，食住漢堡，穩坐全球富豪榜前10。佢就係華倫巴菲特。佢唔炒短線，唔跟風。巴菲特嘅致富秘訣得2個字：時間。佢99%嘅財富都喺50歲之後賺到嘅。2025年全球金融市場大波動，佢就靠住驚人嘅現金儲備同保險帝國，再次證明薑係越老越辣嘅。2026年，即使佢年事已高，佢嘅投資眼光依然犀利。佢大量增持能源嘅基礎設施，避開咗 AI 泡沫嘅震盪。佢曾經講過，如果你唔打算持有一支股票10年，咁連10分鐘都唔好持有。雖然佢身價接近1500億美金，佢依然係住喺1958年買嘅舊房屋裏邊，過住簡樸嘅生活。第8名，黃仁勳。喺2026年嘅矽谷，你可以唔識總統，但係你唔可以唔識呢個着黑皮褸嘅男人。佢就係 Nvidia 嘅創辦人黃仁勳。30年前，佢想令你嘅遊戲畫面更加暢順。今日佢提供嘅 GPU 成為咗全球 AI 嘅大腦。從 ChatGPT 到自動駕駛，全世界最聰明嘅機器背後全部都跑住佢嘅晶片。佢唔係喺度預測緊未來，佢係喺度供應緊未來。2026年，隨住 AI 算力需求進入瘋狂階段，Nvidia 嘅市值一度超越蘋果同 Microsoft。呢個曾經喺餐廳洗碗嘅移民少年，而家已經喺全球科技鏈嘅最頂端。佢最出名嘅一句説話：Run, don't walk。無論喺台達體育館被圍觀，定喺夜市食小食，呢個最接地嘅頂級富豪正帶住全人類衝向 AI 時代。第7名，貝爾納阿爾諾與其家族。如果你買過 LV、Dior 或者係 Tiffany，咁你已經為呢個男人嘅財富貢獻咗一分力。佢就係精品界穿着羊皮嘅狼伯納德阿爾諾。佢花咗40年嘅時間，將75個世界頂級品牌全部收入囊中。佢嘅戰術好簡單，喺品牌低迷嘅時候強勢收購，再用極致行銷將佢變成奢侈品嘅巔峰。2026年，佢嘅帝國市值已經穩居全球前列。呢盤生意唔只係一個人嘅戰鬥。阿爾諾嘅5個仔女全部都係帝國核心擔任要職。大女執掌 Dior， 長子執掌傳訊。呢個係一個現實版嘅繼承之戰，但係對比劇中更加團結，更加精明。第6名 Larry Ellison。有人買跑車，有人買豪宅，但係直接買入夏威夷一座島。佢就係甲骨文創辦人勞倫斯埃里森。唔好以為佢係上一個時代嘅老兵。2025年，因為 AI 對數據中心嘅瘋狂需求，佢嘅身價一度衝破4000億美金，短暫成為世界首富。2026年嘅佢依然做緊全球前6。佢係馬斯克最鐵嘅盟友，亦都係 AI 背後浪潮嘅真正莊家。佢嘅人生係一場極致嘅競賽。佢揸戰鬥機，贏得美洲杯帆船賽，仲將拉諾都變成佢嘅未來實驗室。佢曾經講過：我對勝利有一種沉迷，因為只要有人贏，就代表有人輸。2026年，佢唔單止掌握住全球企業嘅資料庫，更深度參與 TikTok 重組同國家級 AI 政策。81歲嘅佢依然係矽谷最有權力嘅操盤手。第5名 Mark Zuckerberg。佢曾經係大家口中嘅機械人，
但喺2026年，佢正親手終結自己創造嘅社群時代。佢就係 Meta 帝國掌門人 Mark Zuckerberg。2004年，19歲嘅 Mark Zuckerberg 喺哈佛宿舍房間同室友一齊創立咗對 Facebook。最初只係俾大學生用嚟聯絡同分享相片，之後快速擴張，收購 Instagram 同 WhatsApp， 變成全球最大嘅社交媒體帝國。雖然佢多次前往美國國會接受聽證會質詢，而早期嘅聽證會中僵硬謹慎嘅表現，更被網民嘲諷為機械人。但係而家嘅佢已經成為咗全球科技監管嘅實質發言人，展現咗極強嘅抗壓與辯護能力，甚至被任命為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嘅一員，影響力早已超越咗科技圈。私底下嘅佢，從書呆子變成一綜合戒毒嘅狂熱者，佢仲豪宅到1.7億美金喺邁阿密買嘅豪宅。呢一個就41歲嘅朱克伯格，佢更有野心，亦懂得更享受權力。第4名 Jeff Bezos。從當年嘅瘦弱書生到而家嘅太空硬漢，佢係將購物變成人類本能嘅男人 Jeff Bezos。1994年，佢喺車庫創辦咗亞馬遜，目標只係一個，做地表最強嘅商店。今日佢唔單止統治咗全球電商，更通過 AWS 雲端運算，掌握咗互聯網半壁江山。佢嘅秘訣永遠將每一日當成創業嘅第一日，但係真正嘅野心喺地球之外。2026年，佢航太公司藍色起源正係加速發展，計劃建造能夠容納萬億人嘅太空殖民地。佢曾經講過：我哋去太空係為咗保護地球。2026年 ，Jeff Bezos 依然做緊全球富豪榜前4，除咗忙住研發 AI 衛星數據中心。今年去勞倫桑切斯喺威尼斯舉行嘅婚禮，更係全球焦點。呢個62歲嘅首富正活出佢嘅第二人生。第3名 Sergey Brin， 佢係一個身價超過2000億美金嘅超級富豪，但係最出名嘅相片，佢係穿着溜冰鞋喺辦公室穿梭。佢就係 Google 嘅共同創辦人 Sergey Brin。6歲嘅時候，隨家人從蘇聯移民美國。Brin 喺史丹佛遇見咗 Larry Page， 雖然兩人最初互睇唔順眼，但係佢哋共同寫下嘅論文成為咗 Google 搜索引擎嘅基石。Brin 負責嘅就係將數學嘅嚴謹轉化為改變世界嘅代碼。雖然佢曾經喺2019年退居幕後，但喺2025年 AI 大戰最激烈嘅時候，Brin 親自回到辦公室，同一線工程師一齊編寫程式，專注 AI 項目例如 Gemini， 幫手追翻 OpenAI。第2名 Larry Page， 佢唔單止創造咗 Google， 作為 Alphabet 嘅前任 CEO， 佢推動咗 Android 系統、自動駕駛技術同延長人類壽命嘅實驗。佢曾經講過：如果你喺做一件瘋狂嘅事，你哋對手會好少。事實上，佢早喺年輕嘅時候已經嶄露頭角。喺史丹福讀書嘅時候發明咗 Rampage 演算法。簡單啲嚟講， Rampage 係用於衡量網頁嘅權威性同重要性。佢將網站之間嘅連結視為投票。一個網頁被越多嘅優質網站連結，佢嘅分數就越高，排名就越靠前。到而家呢個演算法仍然係評估網站連結權威性嘅基礎技術骨幹。而家 Larry Page 靠住 AI 賺大錢，原因喺2025年 Alphabet 股價飆升過65%。呢款真正嘅主要引擎正係 Gemini AI 模型。第1名當然係我哋最熟嘅 Elon Musk， 54歲美國人，佢嘅身家過去1年勁升過5000億美金，主要係架 Tesla 股價同 SpaceX 估值爆升。佢唔單止係賣電動車嘅，佢係 SpaceX 嘅創辦人，要將人類送上火星。佢係 Neuralink 嘅創辦者，想人腦裝晶片。佢甚至收購咗 Twitter， 試圖打造全球最強嘅 AI 社交平台。點解咁有錢？因為佢從唔玩燃油嘅規則。當大家做燃油車嘅時候，佢壓住電池；當大家覺得火箭係政府專利嘅時候，佢等火箭可以垂直回收再利用。佢嘅財富源自於對第一性原理嘅極致追求，直接解決問題核心。2026年，佢嘅目標更加瘋狂，等 AI 機械人走進千家萬戶，等 Starship 成為跨行星嘅交通工具。佢曾經講過：如果件事足夠重要，即使勝算唔大，你都應該去做。而家佢距離萬億富豪只一步之遙。總括嚟講，2026年世界10大富豪幾乎被美國科技巨頭壟斷，前10名有8個同科技 AI 有關。馬斯克一個人嘅身家就等於後面幾個加埋。AI 同電動車係最大推手。中國富豪方面，TikTok 創辦人張明仍然係中國首富，但未入全球前10。
有人講過，財富唔係你賺咗幾多，而你解決咗世界幾多嘅問題。大家覺得呢10位世界頂級富豪又做唔做到呢？如果你有佢哋1% 嘅財產，你第一件事係想做啲咩呢？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下次見，拜拜。